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保护受威胁人们组织东突厥散欧洲联盟和伊利哈木头合体研究所于4月28日在德国慕尼黑的巴格里亚经济和能源部面前举行联合抗议活动。该示威活动预定于4月28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之间举行的第6轮双边会谈期间进行。会谈的前一天，4月27日，世委会发表声明，敦促安格拉·默克尔将在双边会谈中面临种族灭绝的维吾尔人问题列入议程。世委会主席多鲁昆艾沙在评论4月28日世委活动的目的时说，中国驻慕尼黑领事馆还邀请了一些重要的巴格里亚政客参加春节庆祝活动。示威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抗议将参加中国春节的巴格里亚政府政客。所谓新疆日报4月27日报道说，今年第一季度从东突厥散输送到中国的电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倍。根据报道，今年第一季度所谓新疆电网从东突厥散向中国东部地区的输电量达到了293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2%。其中新能源发电能量为75亿千瓦时，约占第一季度出口总电量的25%。报道称，输电量增加的原因是东中格尔、安徽南部特高压衡亚输电项目迅速投产，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东突厥散到中国的输电量。尽管中国在东突厥散争夺资源和能源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最近在搜索、开发和搬迁方面的努力却有所增加。欧洲议会的5名成员致信法国常驻欧洲联盟代表菲利普·莱格里斯科斯塔，敦促法国终止与中国的引渡协议。据悉，这封信是由欧洲议会议员恩金·艾欧鲁、米利亚姆·克莱斯曼、赖因哈特·布迪克菲、拉佩尔·格罗克斯曼和安迪·费提加所写。他们在信中表示，中国颁布香港安全法违反了香港的特殊立场和中英联合声明，并表示我们希望法国面对这一事态发展而终止与中国签署的引渡协议。信中说，我们必须防止维吾尔人、香港人、藏人或欧洲的中国异议人士被遣返至中国。中国电信设备巨商华为公司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公司运营收入大幅下降。分析人士们说，美国实施的制裁措施继续在抑制华为的运作。华为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显示，公司第一季度的收入达1522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大幅下滑16.5%，称这与去年11月公司出售荣耀手机品牌有关。公司承认2021年对华为来说仍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表示公司会积极面对考验，继续努力解决制裁下的供应连续问题，持续为客户创造商业价值。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华为公司配合北京当局的要求，通过其通讯产品窃取美国和盟友们的信息。2019年下令对华为实施的出口管制，禁止公司从美国获得关键的技术，从而削弱了华为公司自行设计芯片和从国外获得零部件的能力。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努力说服欧洲和亚洲盟国在本国的5G 移动网络升级时不要使用华为产品。今年1月上任的拜登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许多对华政策。日本对中国公布尖阁诸岛测量地形图的决定表示抗议，强调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不受任何影响。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土资源部星期一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东海的尖阁诸岛的9张高分辨率的地形图、照片和测量图。中国国土资源部说，这些地图是根据最新的卫星照片和其他测量结果制作。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星期二说，中国公布的这些标有中国名称的地形图，并不表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加藤胜信说，无论从历史上还是根据国际法，尖阁诸岛都毫无疑问是我国持有的领土。即使中国对尖阁诸岛和周边地区进行了测量并公布了结果，都不会改变这一点。中国新华社星期二说，这些数据是帮助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钓鱼岛和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